為了替年底選舉加溫，也慶祝民進黨創黨40周年，台南市黨部將在9月5號、6號分別在安南區以及新營區舉辦4代祖孫同樂會，邀請鄉親做伙來慶祝，呼應民進黨走過40年的民主歷程。民進黨黨慶40周年，生日快樂！40年來，民進黨一直交咱台灣人民徛做伙，為民主自由做伙打拼。過去咱的民主先進，為着民主的犧牲甲貢獻，咱大家一定袂使放袂記。這次，咱的活動，要用歡喜甲溫暖的方式，來慶祝咱的40周年。為營造全民同樂黨慶氛圍，市長參選人段廷輝也延續飛飛節節去年路園的概念，打造台南非常幸福，以及台南火車頭主題去年路園，邀請大小朋友做伙來佚佗。今天是我們選戰的倒數100天，所以呢，我們在這100天，我們利用最重要的關鍵日子，然後呢，公布我們今天黨慶40周年的活動。那這個活動，我相信台南一定不能缺席，而且台南是民主聖地，甚至是我們一定要用一個不一樣的方式，不是所謂的政治，而是用一個讓全家1代、2代、3代、4代都可以回到自己一個家的感覺。這也是我們未來跟我們所有的團隊，包括我們的黃偉哲市長、我們的主委跟亭妃，還有我們所有的議員同伴們一起希望營造的一個家的感覺。所以我們有非常幸福，台南非常幸福，我們的氣墊，火車頭的氣墊，這個都是首創首發的，就是要讓大家感受到家的感覺。甲咱台南是一府二路三幫街，一府的感覺。兩間活動除了有準備氣墊遊樂設施，也有安排滷麵、爆米香、豆花、紅豬肉等美食，讓大人囡仔攏會當吃得歡喜，耍了盡興。市黨部歡迎大家9月5號會當前往安南區的花圃夜市，9月6號到新營南營的都省，做伙來佚佗慶祝民進黨40歲生日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